耶穌基督降生喺世上，為每一個人帶嚟真正嘅平安。呢一份平安係透過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犧牲嘅愛，好具體咁、完全咁表達出嚟。耶穌話：我賜給你們的平安，不是這世界能夠給你的，也不是這世界所發生的事情能夠將這平安奪去的。唯有從主所賜嘅平安，能夠叫我哋不要憂愁，亦都不要膽怯。藉住平安夜呢一首詩歌，願神嘅平安與大家同在。